來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都專家建議台灣會當運用科技的優勢來防治所謂的性暴力。也毋過婦女團體是指出講，性影像的買賣，因為消費者攏無受到約束，這部分應該愛守法。為着全面檢討台灣的政策制度，組織架構甲法律頂全面甲無落實性別平等。自13開始，連續5天有召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4度的國際審查會議，國際專家辦過公布結論性意見。有專家指出，面對性別暴力，台灣政府干那宣導是無夠的，應當分析有啥物結構性因素導致家庭暴力、性暴力事件增加。嘛有專家指出，有關人工生殖在現有法律制度對獨身女性甲非異性戀伴侶有嚴重排除甲歧視的機制。Got to see what about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raditions that are structurally embedded, that really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ing domestic violence, the increasing sexual assaults on women and girls. It's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 steps to permit single women and lesbians to acces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under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ct. 國際審查委員會嘛指出，台灣應當運用科技的優勢推動所謂性暴力的防治。不過有婦女團體指出，在性影像買賣的部分對消費者欠缺法律約束，唔免承擔刑事責任。地處成人、婦女含囡仔性影像，佇咧市場真惡對源頭切斷到越連，認為應當愛守法入罪。所謂性暴力防治法裡面包含成人的性影像，它並沒有納入那個它性影像被賣的時候，那個購買的人並沒有把它入罪化，那導致這個什麼成人性影像不斷的被販賣、被購買這樣子哈。針對婦女運動事甲慰安婦議題，民團嘛呼籲政府應當愛成立國家級性別人權館，也是婦女人權館，通愈深化社會對反戰甲性別人權教育。記者盧尚如、曾俊堯特別報道。